黎巴嫩唔只係戰火邊緣嘅國家，更係一個每日都有女性要同制度、貧困、暴力硬碰硬嘅地方。呢度人口唔多，但要承受過百萬嘅難民，女性嘅痛苦被層層放大。喺黎巴嫩，婚姻、離婚、監護權都係宗教掌控，女性往往要屈從。離婚同仔女監護權幾乎唔係自己可以掌握，繼承法大部分財產歸男性，再加上金融崩潰同經濟危機，女性被迫放棄教育同工作，甚至被推向童婚或者被迫性交易。黎巴嫩有大量嘅難民女性，包括敘利亞同巴勒斯坦人，佢哋喺營地冇合法身份，冇工作權，要靠打黑工或者被迫早婚先揾到食。好多女仔被迫同年長男性結婚換取生存，生活資源缺乏，教育同醫療幾乎冇保障，令佢哋嘅一生困喺營地。呢種困境係多重鎖鏈，性別加難民身份。就算咁，黎巴嫩女性冇沉默過，佢哋走上街頭。2017年推翻咗強姦犯取受害人免刑嘅惡法。2019年街頭革命，口號就係革命係個女人。NGO 同女性組織推動廢除童婚、統一民事法，難民女性亦用教育同互助支撐自己。黎巴嫩女性活喺夾縫裏邊，仍然咁發聲。如果你覺得唔止黎巴嫩，係全世界父權制度有問題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，或者轉發出去，等更多人知道女人唔係配角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東同世界各地女性嘅真實處境，甚至想學啲粵語，同我一齊討論女性議題，可以去我 Preply 預約課程，我哋可以慢慢傾，亦可以練口語。